一住啊，古鲁玛努米苏。一住啊，就是哪里？鲁玛就是家，努米苏就是你的。一住啊，在哪里？鲁玛家，努米苏你的。好，回答。一不送古鲁玛努玛古。好，这是回答。不送就是台东。好，一不送在台东。鲁玛家，马古我的。好，我的家在台东。好，问句我再讲一次哦。好，等一下老师会问同学，同学要回答。好，问句一出啊古鲁玛努米苏，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家在哪里？一不送古鲁玛努玛古，我的家在台东。我的家在台东。那我们的部落也可以讲，比如说台东有什么很大的部落啊？有长滨乡啊，或者白手莲啊，或者花莲的光复啊，都可以说。那我们这老师是住在台东不送啊，有的同学是住花莲嘎林固啊，有的是桃园，有的是高雄打告这样子，台北台北。好，那我们请同学来分享啊，有没有人想要先讲的？想要先练习？我们今天可以多说俗语，多练习俗语哦。有没有同学要自愿？还是老师点名？老好，师点名。好，老师点名。好，那我请那个马金福同学，马金福同学。好，那我们请马同学来分享一下。哎吼，好，再按，没有按到。好，有。好，马金福同学有听到吗？他开不了麦克风。老师，我可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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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啊，古罗马努米苏。好，感一谢同一达学。曼一达曼古鲁玛努马古，一达曼古鲁玛努马古，我的家在丹曼。好，同学讲的很棒哦。你的家在达曼哈，达曼就是台东的宜湾部落，对不对？不是丹曼部落，达曼哦，他在那个直接讲达曼。乌兹比旁边有一个丹曼小部落。哦，他不，他也是直接达曼。好，那我知道了。是宜湾的隔壁了，达曼。对对对。好，那好，老师，同学讲的很棒哦，谢谢，嘎造同学。阿来信息。好赖，好，我们再请马金福同学开了吗？他还是不会开呢，开不了。好，那没办法开。
好，那我们再下一句吗？那我们还要，那我们再请另外一位好了，苏贤同学，苏贤同学，好，苏贤同学，你要分享你的部落吗？好，好，下一位，下一位也在准备。好，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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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这个，这个，好，好，老师，我可以了。好，来，我们来，好，好，老师，然后我念那个问句，一组啊，古鲁玛努米苏。好，请苏贤回答。苏贤，以桃园古鲁玛努马古，我的家在桃园。好，回答的很棒哦。我的家在桃园，以桃园古鲁玛努马古。好，直接讲桃园也可以哦。好，讲得很好，谢谢苏贤。那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呢，他还在练习，开不了。老师，线上还有很多人。老师，线上有别人，你要不要看？你看得到吗？好，四楼是吗？四楼同学有听到吗？四楼同学，好，那我们请你念第一句。一组啊，古瓦路努鲁玛一苏。一组啊，古瓦路，一组啊，古。好，等下我再念一次。一组啊，古鲁玛努米苏。一组啊，古鲁玛努米苏。好，那我们四楼同学可能在忙，那我们再请淑珍。淑珍在吗？哦，淑珍也在忙。好，在星星的爱好，哦，爱好，那我星星我要们一起来念哪一句？一起读。好，那安妮回答。好，你住啊，古龙，你说你的家在哪里？伊布松古罗马努马古，我的家在台东。好，你的家在台东，你不送古鲁玛农民树。好，讲得很好哦。好，谢阿赖谢，星星，谢谢淑珍同学。那还有没有要回答的呢？还有没有同学要回答呢？好，那我们就下一题喽。那我们就进行下一题喽。巴比纳古当少努鲁玛一苏。巴比纳多少？当少人？鲁玛加一数你。好，这一句的意思是你的家有多少人？你的家有多少人？那这边拉里玛是5个。好，下一句回答拉里玛古当少努鲁玛阿古。拉里玛5个，当少
是人，鲁玛是家，阿固我。那整句的意思是，你的家，我的家有多少人？我的家有5个人。好，就是回答我的家有5个人。那我们老师，那我再念一次。巴比那古当少鲁玛一书，巴比那多少？当少人，鲁玛家一书你，巴比那古当少鲁玛一书，你的家有多少人？好，有的家里有6个、7个，也有3个、4个。那我们来请同学回答，来念念看。好，我们家有多少人？自己的家人有几位呢？有没有自愿的呢？我们一起练习哦。好，那我老师点名哦。那我们请优丽同学，优丽同学，你要不要回答这一句呢？要不要来练习？好，那你再下一位换你好了。好，请那个马美惠同学。哎，何晴熙，我要念我家有几个人。好，来都那里吗？古当烧努鲁玛阿古，是念答句吗？没有，要跟这一句不一样的。哦，你要38 Subaru Nuruma aku. 38 古当烧努鲁玛阿古。好，有几个呢？4位啊，我家有4位。好，你的家有4个人。对。好，38，好，回答的很好哦。我们的18里面还有加一个沙，对不对？38就是4个。好，回答的很棒老师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不太知道为什么黎曼要加拉啊，18前面要加沙，为什么会这样子变？好，我们在这个单字5个，好，有5个人的时候呢，都要加子音后面加一个啊，就是它的第一个子音加一个啊。比如说，好，拉里玛，了啊啦，好 ，l 就是了嘛，了加啊就是拉里玛。好，如果是刚刚那个同学说的38，好，加了一个是阿沙，好，第一个子音加啊，就是我们的表示几个都要加一个啊，母音啊。好，1个、2个、3个，然后我们1个呢就叫咋子在，2个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假设是5的话叫黎玛，所以黎玛前面重复子音加 a 变成拉黎玛，是这个意思吗？对，子音加 a， 所以它本来叫黎玛啊，就是说用人去数的话，就要加一个拉，是这个意思哦。对，如果是人数的话，就是要加子音加啊，啊，每一个都要加。比如说，你说我有家有4个人，就是38，好，子音加啊。那如果是3个呢，就是的啊哒哒打读上打读路，啊，子音加啊，就变3个人、4个人。好，只要是人数都要加子音加啊，这样会了吗？
好，会了，那我们来继续。谢谢。来请息。好，我们再找一位同学哦。还有没有同学要自愿练习呢？老师，我可以。好，那我们请改造。Papina ku tamsao nuluma isu. 巴比杜古当少努鲁玛阿古，我的家有七个人。哦，念得很好哦。巴比杜，好，就是7个人。好，谢谢改造同学。那我们刚刚有3位了哈，还有没有人要再练习？两位， 2位哈，还有没有人要练习呢？有点到，老师，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讲五只狗的话，会说狸骂古娃住，对不对？不会对，讲啦，狸骂古娃住，是不是？是对，拉里玛是有针对人在人那个，才是哦，那我知道了。就是5个人啊，就一定要加前面子音加啊。好，下一位马同学有进来了吗？好，还是不行，好，没关系。那我们再另外再找4楼，可以吗？4楼同学，好，还有苏璇同学，苏璇同学，嗨嗨嗨，好，这一句我们来练习一下哦。好。Papina ku tamsao nuluma isu. 达杜萨古当少努鲁玛阿古，我的家有2个人。好，很好哦，都有加哒打读萨，对不对？2个都要加 T 加 A，谢谢苏显同学。还有没有人要练习？好，那这一句呢，我们就练到这边。那老师再补充一下，如果是一个就是咋子在，2个就是打读上，3个就是打读路，4个就是傻十八，5个就是拉里玛，6个就是嫩，好，因为它前面没有子音，就是直接嫩，就是6个。7个呢，法比杜，8个法法路，9个沙西瓦，10个马莫尔德，好，有10个，1到10都有子音加，好，第一个子音加啊。那我们这一句呢，就练习到这里哦。那我们再换下一句，下一个句子呢是Umaan ku tayar nu mama isu. Umaan 什么？tayar 工作，妈妈爸爸，isu 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Umaan ku tayar nu mama isu. 你的爸爸做什么工作？好，第二句回答。五星系古达亚努妈妈阿古，星系老师达亚工作，妈妈爸爸阿古我的爸爸是老师，我的爸爸是老师。那么有很多的工作，爸爸都会的工作还蛮多种的。
所以有很多可以想。好，那我这边就是有提一些，农夫毛马害，就是农夫，就是很厉害的农夫也可以是毛马害哦。米沙木公爱做建筑的，很厉害的建筑师。那还有就是巴拉嘎呆的西亚，就是司机。就是以梦当警察的警官，好，带令，好，也是警官、警察。好，地方语言不同，所以我两个都念。好，接下来是苏菲带军人。好，如果有军人的就可以讲我苏菲带古达亚努妈妈阿姑。那接下来有公司、工厂、古夏就是工厂。第7就是你电脑外，现在很多工程师，那电脑外工程师。接下来是把修发亚，可能是做生意的，可能是当老板的，就可以讲这个把修发亚。好，如果你不知道刚刚我念的是什么，你可以讲中文哦。好，我爸爸是建筑师，我爸爸是司机。怎么说呢？老师，你的司机可以再念一遍吗？你的司机可以再念一遍吗？巴拉嘎呆都西亚。哦，好好好。巴拉嘎呆都西亚。好，如果你就讲司机也可以哦。我司机古达亚努妈妈阿古。我的爸爸是司机。如果是你爸爸很厉害，可以当工程师呢，你也可以说米电脑外工程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练习这一句，我们来练习说说看，念念看。好，我们有没有志愿的同学要表达一下爸爸的工作呢？好，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爸爸很辛苦的工作？老师，渔夫怎么讲？渔夫。米夫丁爱。好，那我先。好。Umaan kudaya nu mama isu.米夫丁爱古代亚努妈妈阿古，我的爸爸是渔夫。好，很好哦，非常好。米夫丁爱是渔夫，就是很厉害的抓鱼高手。所以我们今天呢，都要赞美一下我们的爸爸，很厉害、很辛苦的爸爸。好，你的爸爸是渔夫，你念得很好。米夫丁爱就是渔夫哦。那还有没有下一位同学要自愿？请系我。好，那我们美同学。惠同学，Umaan kudaya nu mama isu. Mi para katay to hikuki kutayar no mama aku。我爸爸的工作是开飞机的。好，非 para 常好。 katay to hikuki。对，好，我们又学到了一句 "Baragatai to hekuki"。好，这个 hekuki 就是飞机，baragatai 就是开，就是会动的，就 baragatai 哦。好，非常棒，谢谢美惠同学。还有没有同学有不一样的答案呢？让我们来学习一下哦。好，那我就点名哦。好，我们
淑珍同学，我们要分享一下你爸爸的工作呢？爱好形式。爱喝。老师，我很羡慕那个美惠同学的爸爸开飞机。对啊，那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我只是想讲开飞机。Upalagatai tutamina kutaya no mama aku。这个我更棒。爸爸是开船的，阿赖形式。我只有坐过船。好，开船叫巴拉嘎带杜，达米娜就是船长的意思了哈。好，谢谢淑珍同学分享这一句。我的爸爸是船长，就是开飞机的哦。那我们再邀请下一位同学来分享。啊，第3位了。老师，牧师怎么讲啊？牧师怎么讲啊？不是神父嘛，心不安我一直想说木。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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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文的，日语的。不是啊。不是，我写一下。好，那我们请美惠同学来分享。那个我的爸爸是牧师。乌古西古达亚努妈妈阿古，有听到吗？有吼。有。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想要知道？想要分享？没有了，那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咯。下一个是Mimaan ci ina isu anini。Mimaan ci ina isu anini。Mimaan做什么？ci ina妈妈，isu你，anini今天。Mimaan ci ina isu anini。你的妈妈今天在做什么？你的妈妈今天在做什么？那回答这边是 Mi aza tu lateng ji ina aku anini。Mi aza tu lateng ji ina aku anini。Mi aza买东西的买。lateng菜，很多各式各样的菜的统称。吉伊娜妈妈，阿姑我，阿妮妮今天，我的妈妈今天去买菜。我的妈妈今天去买菜。那我们可以买别的哦，不一定要什么都是菜哦。有可以买肉啊，有鱼啊，有鸡鸭肉、鸡鸭鱼肉都可以买哦。那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我这边就有简单的米阿扎杜福丁，米阿扎杜嘎浪，米阿扎杜古浪。好，有一些菜它也是有名字的，所以古浪是有那个一种菜的名字。然后米阿扎杜弟弟努法费猪肉，因为猪它很多部位啊，它有猪脚，所以它有特别说猪肉。好，有没有同学要自愿回答？今天买了什么菜，或者妈妈今天买了什么菜呢？老师，我可以回答做别的事吗？比如说什么是买东西吗？唱歌、跳舞或睡觉之类的。不行哦，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说这句是说做什么，或者说只能买菜哦，做什么不能做别的事哦。也是可以呢
啊，我的妈妈今天做什么？有可能是买菜，有可能是运动，好也可以啦。可以哈，那我们就可以生活的点滴都可以的。都可以那老师，说。我问一下，那个好，跳舞怎么讲啊？跳舞马萨格路，哦，马萨格肉，格路，好好。那我先。好。Mimaan Cina Isu Anini，你妈妈今天在做什么？哎，老师，我忘记米萨格肉还是马萨格肉？马萨格路，米 OK 萨格 OK 路可以吧？马都可萨格路，以哈。好，嗯，米萨格肉吉伊娜阿古阿尼尼，我妈妈今天要跳舞。好，米萨格路，马萨格路，都可以。马萨格路，吉伊娜伊苏阿尼尼，你妈妈今天在跳舞，或者在学跳，或者在学舞，或者在练舞，都可以哦。好，谢谢嘎造同学。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分享今天妈妈在做什么呢？有可能在唱歌吗？或者在做家事吗？有吗？是我。好，mi aza tu atai nu fa fui， 吉因那阿姑阿妮妮。我妈妈今天买猪肝，很爱的，哦，买猪肝。好，念得很好。嗯，买猪肝就是阿带，米阿扎读阿带就是买猪肝，好，猪肝就是阿带。好，谢谢美惠同学的分享。今天好，是猪的肝哦。mi 是 aza tu atai nu fa fui， 哦，米阿扎读tu 阿带 atai nu fa fui， 猪肝，好，买猪肝。阿赖喜喜。嗨，美惠同学，好，我们也可以买鸡肝。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有猪肝就会有鸡肝，对不对？鸡心很好吃，还有什么？老师，那鸡肝就是阿黛奴阿对，样是这样讲吗？一样，对，可以。哦，那就分得比较细的话，就要这样说，就是他特别要买这个东西，就是要阿呆努费，好，猪肝，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还有一位同学，有没有同学练习呢？我们不用说很难的啊，可以讲否定啊，就是表达一下你对这一句的有什么想法啊？郑秋美同学，可以请你回答这句吗？我才刚上线。你们安吉伊娜伊苏伊玛迪尼，你妈妈现在做什么哈？米对呀，当当吉伊娜阿姑伊玛迪尼，好，米当当吉伊娜阿姑姑拉邓伊玛迪尼，好，米当很好。对呀，这样子可当以。当吉那阿姑，米当当杜拉登吉那阿姑。啊，伊玛迪尼这样。马蒂尼现嗯，在今对，天妮现妮也可在以啊，我就是在煮菜，对不对？对。如果是说妈的话，就是已经煮了，妈当当杜尼拿姑姑拿拉邓，就这样子啊，就是已经煮了。哦，嗯，就是还没有煮，还是已经煮了，米是正在还正米在煮？正在煮，然后马的话就已经煮了。哦，嗯，好，可以再请这位同学再念一遍吗？你妈妈今天在做什么啊？秋梅同学好，秋梅同学刚刚分享啊，的是你在叫我吗？对啊，你再念一次，因为刚刚没有听你清。妈安吉伊娜伊苏马迪尼，你妈妈现在在做什么？马迪尼就是现在嘛。米当当都拉邓吉伊娜阿古伊马迪尼，就这样子。好，我们这一句是好，马迪尼是现在，对不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一句现在也可以，就是今天也可以。那我们这一句是练习今天，哦，今然后你天呢？现在其实也可以，哦，就是现因为我在在做刚上线，不好意思，我还在很消化很这个题目。对，好，谢谢秋美同学的分享。好，那阿赖，好，下一题呢？好，我们再进行下一题。老师要不要多一点人练习啊？多一点人练习哈。对啊，3位好像不够哈。好像我怕你的题目不够。不是不够，是我们还要练习的还不够。好，那我们再多一点人练习哦。好，线上的同学可以踊跃的发言吗？可以说说看。好，我们请苏显同学。嗨，你们按吉伊那伊苏阿尼尼。mi faza toliko ji ina aku anini。我的妈妈今天在洗衣服。好，你的妈妈今天在洗衣服，讲得非常好。你发在多里过吉那阿古阿尼尼。好，你发在就是洗衣服，你发在多里过好洗就是你发在，里过就是衣服。好，讲得很好，谢谢苏显同学。那我们还要小白老师也是刚上线。小白老师，晚安，哪里爱喝？还好。同学，那我们今天练习的这一句是你妈安迪那一苏阿尼尼。你妈妈今天做什么？在做什么？你的妈妈今天在做什么？mi pat ay mi speak si ina aku anini tarar mi aca。哦，等一下，我刚上线。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可以练习一下，可以等你一下。你去念一下这个问句。好，你妈安，你那一苏阿尼尼。你的妈妈今天在做什么？ mi pawali tu panay si ina aku anini。米巴瓦利杜巴奈哈。对，晒谷子。你的念谷子，好忙哦。晒谷子，米巴瓦利就是晒，对不对？谷子就是板奈稻子。米巴瓦利杜巴奈吉伊那杜阿尼尼，好，讲得非常好。好，谢谢阿力同学。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练习呢？好，4楼同学想不想练习？说说看，可以买简的。米妈安吉伊那伊苏阿尼尼。Mi mamai ji ina aku anini。好，念得很好哦。米妈妈嗨吉伊那阿古阿尼尼，对不对？你的妈妈在工作吗？对，好，你可以讲一次吗？这一句的中文。我的妈妈今天在工作。讲得非常好。好，你的妈妈今天在工作。马达亚来，吉那阿古阿尼尼，对不对？好，谢谢思柔同学。还有没有人要？老师，我问一下哈，马乌玛跟马达亚是一样的意思哦。马嗨就是在务农，马达亚来应该也是。所以马乌玛嗨也可以翻成
在务农也可以翻成在工作，是不是？对呀、妈妈嗨，马达亚赖，马林阿塞啊，都可以。就是地方语言不同。好，那思柔同学刚刚是说马达亚赖、毛马嗨，对不对？工作有的地方语言的工作是毛马嗨，有的务农是说毛马嗨，有的是马林阿塞，好，都可以哦，都是工作的意思。谢谢思柔同学那么勇敢的发言，那等一下还要继续哦。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要练习？淑珍同学，要不要再练？淑珍同学，要不要分享这一句？嗨，爱好兴趣。哎吼，米玛安吉伊那伊苏安妮妮。Mi aja tu fitaol ci ina aku anini。我妈妈今天买鸡蛋。哦，你妈妈今天你阿扎都飞达二好，买了鸡蛋，很好。好，萨格拉菲好，你阿扎吉伊那阿古都飞达二，阿扎都飞达二吉伊那阿古安妮。好，谢谢淑珍同学。好，今天买了鸡蛋哦，飞达二就是鸡蛋。好，谢谢你的分享。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分享？好，那我们就下一句。下一句呢是妈妈安古法鲁兹努沙发伊苏伊那吉拉。妈妈安古法鲁兹努沙发伊苏伊那吉拉。好，妈妈安怎么了？法鲁兹是心。沙发，好，我们弟弟妹妹都可以。那我这边是妹妹，我写妹妹。一树你，伊纳吉拉，昨天，妈妈安古法罗泽努沙发一树，伊纳吉拉，你的妹妹昨天怎么了？你的妹妹昨天怎么了？好，回答。Mahamaku faluze no safa aku inajila. Mahamaku faluze no safa aku inajila. Mahamak 高兴，faluze 就是心，safa 妹妹，阿姑我。伊纳吉拉，昨天我的妹妹昨天很高兴。我的妹妹昨天很高兴啊，就是马哈马古法鲁兹努沙发阿古伊纳吉拉。好，有没有人要分享？啊，有难过，有快乐，有什么样的心情呢？那我这边傻发我是写妹妹，其实傻发就是弟弟妹妹的统称，你也可以说弟弟，也可以说妹妹，那也可以说很高兴、很快乐、很难过、很失望或者不高兴。好，高兴跟不高兴都可以写哦，都可以来分享。马哈麦是高兴，里巴哈快乐的，马拉鲁难过的，马格森失望的，有高兴的、难过的、快乐的时候，也会有失望的时候哦。那同学的心情如何呢？要不要跟老师分享一下呢？
有没有同学要练习这一句？练习表达马赫麦里巴哈马拉鲁马格森。好，老师，格胜是什么？马格胜是什么意思？是失望啊，失望啊。有失望的感觉。好，难过啊，失望，快乐，悲伤。好，那我们请小白同学、阿丽同学可以吗？ Masumarku falutsu nu shafa aku inachila。Masumar 是伤心，伤心。对。Masumarku falutsu nu shafa aku inachila。好，那中文是？中文。昨晚我妹妹很伤心。好，妹妹是对，昨晚是昨天。好，昨天好，非常谢谢马苏马伤心。好，马苏马古法罗泽，好是伤心哦。好，谢谢阿丽同学分享这个马苏马伤心。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分享的呢？你也可以选弟弟哦。高兴，马阿藏。马阿藏哦。对，高兴。好，马阿藏是高兴哦。还有没有其他的要分享呢？啊，有伤心的、失望的、高兴的、快乐的，哦，这很多的表情、心情。老师很兴奋，怎么讲？也是马很闷吗？还是有别的说法？很兴奋，可能就要加强语气吧，语调，就是达拉里巴哈，非常快乐，非常的，就是要加达萨，加前缀达萨里巴哈，达萨马哈麦。哦，加一个达沙就可以了哈。好好好，那老师换我。好，我们请感召同学。妈妈安古法鲁泽努沙发伊苏伊纳吉拉。达沙马拉鲁是吗？非常难过。达沙马拉鲁是这样讲吗？非常难过，是哈。好，达沙马拉鲁古法鲁祖努沙发阿古伊纳吉拉。昨天我的弟弟非常难过。好，讲得非常好。达沙马拉鲁姆古法鲁祖努沙发阿古伊纳吉拉。好，我的弟弟非常的难过。达沙马拉鲁姆，好，讲得很好哦。啊，就是非常难过，就是加达萨马拉鲁。好，谢谢改造同学。好来，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要分享呢？还有一位同学，哦，有没有人要自愿分享弟弟妹妹的心情，或者就是家人啊，有很开心的时候，快乐里巴哈。还有刚刚那个同学分享的马阿藏，好，有没有人要念念看马阿藏？那么请美惠同学好了，美惠同学，我好，信息，
好，我们分享，请你分享这一句哦。妈妈安古法罗泽沙发一苏伊那吉拉。好，马，我看一下，马格森古法罗佐诺，法法海yan阿沙发阿古伊那吉拉。我妹妹昨天的心情很忧伤。爱豆，来信息，马格森，马格森。海yan阿沙发，阿姑，海yan阿沙发是妹妹。哎，对。我的妹妹昨天很忧伤，非常忧伤，忧伤嘛。非常忧伤，我们要加达拉马格森，是这样吗？信息。森，达拉马格森，法罗这，好，非常忧伤。好，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忧伤，但是这一句讲得很好，很棒哦，谢谢美惠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哦，我们再继续分享。好，同学要喝水，那我们就有同学还没分享我们刚刚的状态，就是说，妈妈安古法罗泽努沙发伊苏伊那吉拉，你的妹妹昨天怎么了？马哈麦古法罗泽努沙发阿古伊那吉拉，我的妹妹昨天很高兴，可以讲非常高兴。那我们再复习一下，马拉隆难过，里巴哈快乐，马格森失望难过，失望或者悲伤，苏玛伤心，马阿藏高兴。还没有同学分享其他的呢？其他我这边没写到的也可以分享哦。刚刚同学不是很想要分享吗？好，马金福同学，马金福，他刚刚又忘记开了。好，那我们再请秋美老师，秋美同学，秋美同学，有听到吗？好，还在忙，还在休息吗？好，那我们再请刚刚还没分享的同学，苏显同学，嗨，妈妈安古法罗泽努沙发伊苏伊那吉拉。Magder ko faluzo no safa aku inajila。我的弟弟昨天很生气。好，马格德尔就是生气哦。马格德尔古法罗泽努沙发阿古伊那吉拉。好，生气。刚刚我们也没想到这个生气吼。那有没有其他同学还要再分享呢？谢谢我们的苏显同学分享这个马格德尔生气。有时候我们都会生气，对不对？会伤心，会难过，会高兴。我们要练习表达我们的心情哦。还没有其他同学要分享，那我们要多多分享，多多练习，才会讲得很顺利哦。Kerry 同学，要不要分享你的心情或者你的妹妹的心情呢？有听到吗 ，Kerry？ 好，可能还在忙哦。不好意思，老师，因为我现在手边有工作在做。好，没关系。我在听，谢谢老师，不好意思。谢谢。好，好嘞。
我们的同学在忙，那我们就思柔同学，你要不要练习？思柔同学，思柔同学，我们也可以练习看看哦，说说阿美族这个语言我们很少在说，这个线上学习的机会也不错哦。我们大家就一起鼓励，一起学习。那这个状态呢，就是我们就练习到这边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句子是，好，我们接下来要练习的句子就是跟时间有关哦。问句，haku minukai kisu？ haku minukai kisu？ haku 什么时候？ minukai 回家， kisu 你。haku minukai kisu？ 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什么时候回家？那回答safak minukai kaku？ safak minukai kaku？ 我明天回家，我明天回家。好，这一句safak 是明天， minukai 回家， kaku 我。好，我明天回家。safak minukai kaku。好，这句是回答。那我们的那个明年呢？如果是明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说吉拉米和早安。吉拉米和早安。有可能我们过年才回去一趟，对不对？所以我明年回家就说吉拉米和早安米努盖嘎固。如果是你想家里住比较近呢，下个月回家也可以。下个月就是怎么说呢？吉拉弗拉什。吉拉弗拉有可能是下个月回家。那如果是下个礼拜呢？如果是下个礼拜回家，我们就念吉拉礼拜。吉拉礼拜也可以。下周回家我明天回家也可以说吉拉。吉拉明天。safak 是明天哦。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回家呢？回乡下，回故乡，回部落呢？那我们就来分享这一句哦。有没有人要自愿说说你这个什么时候会回到部落，回到家，回到故乡呢？老师，明天早上怎么讲？明天早上怎么讲？明天早上，明天早上，爸爸这么是早上，明天爸爸这么。所以努加爸爸正就变成明天早上这样是吗？对。好，来。好。那改造同学也要先分享吗？好，那我就讲这一句。老师，你没有问我。haku minukai kisu？ 爸爸正minukai kaku？ 我明天早上回去。好，爸爸正。好，明天早上。好，爸爸正minukai kaku？
我明天早上回家哦，好，也可以哦，就是要提早打电话跟家人说，我明天早上要回家哦。好，讲得非常好，谢谢嘎道同学。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回答呢？好，那老师点名喽。那我们请阿力同学。嗨，还好。所以还好。Aku啊，minum kai kisu。你什么时候回家呢？ayaw no syungas minukay kaku。ayaw no syungas就是过年前吗？你要写那对，个中文讲一下，请你过年前回去。过年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过年前回去。ayaw no syungas minukay kaku。因为你将那个minukay kisu，你把那个定格，我就没办法接上去，我就直接用ayaw no syungas minukay kaku。ayaw no syungas。对对对。ayaw no syungas是已经过年前ayaw是前，syungas是过年，是过年前回去，我过年前回去。这样可以吗？过年前。阿力克，熊啊是阿美语还是外来语啊？我们叫巴菲龙案了。对了，那是日文啦，我们的叫巴菲龙案。哦，对，可是我们都讲熊啊，就是过年。怎么拼？可以拼给我们？哦，现在吗？讯息栏2个吗？对啊，熊啊，这个是熊啊，然后一个是巴菲龙案。巴比龙案是过年，巴比龙案，我打这样子看一下。巴菲龙案过年。我会讲说巴菲龙案米诺盖基说，有的是这样子讲了，那个就是比较地方语言。可是我小时候都听说熊啊是过年。对啊，我对们也是叫熊啊。也是哈，对对对，好。熊啊，好，熊啊就是过年。ayaw no把熊啊站就是过年前。好，阿力同学呢，他分享了，他过年前会回到部落，回到家哦。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分享呢？好，那老师点名哦。好，好，秋美同学有听到吗？然后星星，没，问你哦，minukay kisu，你什么时候回家或者回部落呢？老师，我可以先想一下吗？可以啊。好，那我待会回答你。你哦。好，那我们就请下一位哦，淑珍同学。淑珍有空吗？哎，我到吗？有。好，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回家呢halagno lahok minukay kaku，我下午回家。好，下午就是 halagno lahok。好，谢谢谢谢淑珍同学分享下午 halagno lahok minukay kaku。好，讲得非常好哦。有时候我们是晚上或者下午，都会回到家。好，谢谢淑珍同学。那还有没有同学要自愿呢？
有没有说晚上回家的呢？还有什么时候回家的时间呢？也可以讲哦。那我们秋美同学想好了吗？秋美想好了吗？秋美还没想好。老师刚刚那个题目呢？好，那我念一次哦。haku wa minukai kisu， 你什么时候回家呢？或者是部落，或者kasinawan kaku aminukai。kasinawan。kasinawan，冬天。好，那你可以讲一下中文吗？我冬天才回去。好，kasinawan kaku aminukai。好，我冬天的时候才回去部落。好，冬天的时候回去部我落。冬天回家，对不对？我在冬天的时候回家也可以。kasinawan， 好，在冬天，好，也可以哦。可以哈。谢谢秋美同学。在冬天，在冬季，好，也可以哦。我在冬天就会，就是有这个时间可以回家，或者，就是这个时间比较方便回家。你们方便回家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明年呢？下个月呢？或者早上呢？下午呢？晚上呢？都可以说哦。那我们再请苏贤同学。嗨，爱好苏贤。你好。haku wa minukai kisu。Lafi'i minukai kaku， 我半夜回家。好，讲得很好。半夜回家，lafi'i 就是半夜哦。好，这位同学告诉我们他半夜回家。lafi'i 或者lafi'i， 好，我会在半夜回家这样子。lafi'i minukai kaku， 好，讲得很好哦，谢谢苏贤同学。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嘎造同学，你分享过了吗？我分享过了。我都忘记了。好，那我们再分享一次，明年就是吉拉米哈扎，下个月吉拉弗拉斯，就是下个月，下周呢就是吉拉礼拜，好，就是下个礼拜。吉拉礼拜，好，其实不会很难哦。好，其实都蛮简单的呢。好，大家就有空说一说主语咯。那我们再继续，下一句是，我们的下一句是，时间的过去式哦。过去式问句。haku wa dalam rumah kisu。haku wa什么时候？或在什么时候？dalam rumah 回到家，回家。kisu 你 kisu 你。haku wa dalam rumah kisu 你什么时候回到家？就是已经还没回家，过去已经回到家了。好，先回，就是haku wa dalam rumah kisu 你什么时候回到家？那么这边回答ina jila dalam rumah kaku 我昨天回家我昨天回家。ina jila 昨天。dalam rumah 回家，到家。kaku 我昨天到家。
就是已经到家了。我昨天到家，回到家。好，这边也有说我下个月会回到家，会回家的意思。然后就是明年回家就会就会变成米和杂案。如果是我明年回到家呢，就是米和杂案达拉鲁玛嘎古，是每年啊，每年我都会回家不好意思，我念错，每年我都会回家，就是米和杂案。好，我每年都会回家哦。如果我每个月都会回家呢，就会念成弗拉散，就是每个月回家弗拉散。好，弗拉散，达拉鲁玛嘎古。我每个月都会回到家哦。好，那个一周会回去一次，就是固定的这样子。会过去，会去回家，会去家里。哔哩吧哩吧样，一周就是每周就是哔哩吧哩吧样。米努盖嘎古。好，如果是每天呢，我每天都会回家哦。鲁米阿米阿什，达拉鲁玛嘎古。好，我都一直在家，就是每个小时都在家。好，达杜基杜基安，好，就是杜基杜基安，我都会在家，每个小时都会在家。达杜基杜基安，达拉鲁玛嘎古，都会在家。好，那我们就来练习这一句哦。老师，你有没有人过去的时间好像没有讲诶。过去就是过去一阿一五你还是安好，就是这个去年对不对？一阿要努尼米和扎案米和扎案就是年，一阿要就是前年过去前年。一阿要努力米和扎案。前年一阿要努力弗拉上个月一阿要努力弗拉米努盖嘎古达拉鲁玛嘎古我上个月有回家，一阿要努力礼拜，上个礼拜就是一阿要努力礼拜，一阿要努力礼拜达拉鲁玛嘎古，我上个月有回家。好，接下来就是那吉拉。好，我昨天有回家。伊那吉拉达拉鲁玛嘎古，伊那吉拉达拉鲁玛嘎古，我昨天回到家。好，我就是简单介绍这个时间，就是我回去已经去过的，我已经回到家了，就是上个月或者上周或者我现在在家，我们都可以分享。好，我这边是分享纳吉拉，昨天。同学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刚刚我们有念过每年、每月、每周，对不对？那每周好像比较简单吼。
哔哩吧哩吧样。可以来练习这一句哦，也可以练习上周以阿幺努尼阿礼拜。好，上一周跟每周我们就来练习。以阿幺努尼阿礼拜上一周。好，简单的想要练习的同学就可以用这一句哦。那有没有自愿的呢？好，那老师点名哦。那淑珍同学，有听到吗？有，爱好先生。爱好，淑珍同学，好，那我问，以哈古啊达拉鲁，你什么时候回到家呢？先生，我要用你刚刚的那个表格里面的单词吗？这边的这个吗？时间的描述。这个是就是你们可以用自己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好。什么时候都可以。好，阿要努尼阿里拜嘎古米努盖。好，中文。我在上周回家。阿要努尼阿里拜，好，上周回家。达拉鲁玛嘎古好，阿要努尼阿里拜达拉鲁玛嘎古。老师，我忘记了那个。阿要努尼阿里拜。刚刚的表格了。对。好，念得很好啊。就是我上个月，对不对？上个礼拜，还要礼拜，对，上个礼拜。礼拜是周嘛。好，念得很好，谢谢淑珍同学分享。好啦，行。以阿要努尼阿礼拜上周到家。好，上一周就是以阿要努尼阿礼拜。我上周已经回家了，已经去过了，回到家了。都可以哦。那秋美同学可以来练习这一句吗？好。爱好。爱好先生。伊哈古啊达拉鲁玛吉苏，你什么时候回到家呢？伊阿要努尼阿弗拉卡古达鲁玛。中文是可以讲一下吗？我们翻译一下。还没好。翻译那个。阿要就是礼拜。没有。上个月。对。好。还是不好意思，我算一下。好，谢谢秋美同学。好，很认真分享，谢谢你哦。然后秋美同学分享了以阿要努尼阿弗拉斯在上个月回到家。以阿要努尼阿弗拉斯达拉鲁玛嘎古，我上个月回到家。好，以阿要就是以阿要努尼阿弗拉斯，就是上个月哦。那还有没有同学要分享呢？好，感到同学。好。感到同学，请你分享这一句哦。伊哈古啊达拉鲁玛吉苏，你什么时候回到家？伊阿要努尼阿米和扎安达拉鲁玛嘎古，我去年回到家。是去年。好，伊阿要努尼阿米和扎安，去年回到家。好像没有按呢，
以阿要努尼阿弥合扎。好，以阿要努尼阿弥合扎，达拉鲁玛嘎古。好，去年回到家。好，谢谢卡照同学分享这一句。那还有没有同学还没分享的？好，那我们再请苏显同学来分享这一句。苏显同学有听吗？爱好。爱好。好，我们分享这一句。也哈古啊，达拉鲁玛基苏，你什么时候回到家？伊爸爸正达拉鲁玛嘎古，我清晨回到家。好，那清晨爸爸正，凌晨也可以哦。爸爸正，早上凌晨。好，伊爸爸正达拉鲁玛嘎古，我在清晨回到家。好，谢谢苏浅同学分享这句哦。阿赖，谢谢。好，苏浅同学分享的是爸爸正，清晨、凌晨都可以哦。好，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呢？好，那我们这一句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要回家，好，或者已经跟家人讲说，我什么时候回家呢？我有时候是每个月或者每周，我都会固定回去。什么时候会回去呢？就是有时候是每年都要回去，对不对？有时候是每个月，我们就可以讲每年米哈扎岸，每月弗拉散，每周礼拜样。这个就可以用到哦。那我们昨天呢，伊那吉拉。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过去式的时间就是这些。那希望同学都把它记起来哦。那么再分享下一句。下一句是，也是时间。好，第一句问句。Bina ku tuki minukai kisu tu lumi amias. Bina ku tuki minukai kisu tu lumi amias. Bina 多少 tuki 时钟或者时间时钟 tuki 是时钟。minukai 回家 kisu 你。卢米阿米阿什，每天，你每天几点回家？你每天几点回家？比那古都给米努盖基数卢米阿什。然后回答，杜萨古都给米努盖嘎古杜卢米阿米阿什。杜萨是2或者2。给是时钟，时钟。这边是杜沙杜给就是2点。米努盖回家，嘎古我，卢米阿米阿什每天，我每天2点回家。好，这句就是有加这个时间。比如说你下课回到家呢，可能就是5点。5点怎么说呢？里马古杜给，好，就是5点。有可能是7点。比杜古杜给就是7点。有可能是下午3点就回家，对不对？放学回家3点4点。那我们就可以说3点杜鲁古杜给，4点18古杜给。
好，那你是几点回家呢？那我们就来说说看这一句，我们来练习哦。好，那我们请淑珍同学来回答这一句。你每天几点回到家呢？淑珍同学有听到吗？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句。还好，星星。然后淑珍同学分享。星星，如果是下午4点的话呢，我要怎么说？18个都可以，就直接4点吗？对啊，就直接好，就可以了。好，18個toki amino gai ga go do lomi ami as。我每天4点回家。好，每天4点回家。18個toki amino gai ga go do lomi ami as。好，讲得很好哦。谢谢淑珍同学分享，你每天4点回到家。18個toki。好，很好，很棒哦。好，我们的句子都很简单。好，希望同学踊跃回答。那我们再请阿力同学。阿力同学在吗？在。哎好，阿力同学。哎好。好，来分享这一句，请你来分享哦。Bina kutuki minukai kisu turumi as。每天Enen ira ku pangkiu minukai kaku turumi ami ar。6 ira ku pangkiu minukai kaku turumi ami as。是6点半。好，可以请你分享。我每天6点半回到家。每天6点半回到家。很辛苦哦，大家读书工作都非常辛苦。enam ila ku pangkiu 就是6点半，6点半哦。好，那你们是谢谢阿力同学，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有时候是7点半，有时候8点半，好5点半，好都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加一个伊拉古邦 Q 就是半，伊拉古邦 Q 就是半，enam 伊拉古邦 Q 6点半。那我们再请改造同学，改造同学都是几点回到家呢？那我们就来分享这一句哦。Bina kutuki minukai kisu turumi as。你每天几点回家呢？5 ila ku pangkiu minukai kaku turumi ami as。我每天5点半回家。好，谢谢改造同学。改造同学分享他5点半回到家。5 ila ku pangkiu minukai kaku turumi ami as。改造同学是每天5点半回到家哦。好，谢谢改造同学的分享。还有没有同学要分享啊？那我们再请老师我星星我。好，秋梅，爱好星星。Lima kutuki minukai kaku turumi ami as。5 kutuki minukai kaku turumi ami as。秋梅同学分享5点回到家，对不对？秋梅同学说5 kutuki minukai kaku turumi ami as。我每天5点回到家。我每天5点回到家。好，谢谢秋梅同学分享这一句。每天5点回到家，谢谢阿赖。那我们有时候是5点、6点都不一定，对不对？最晚是几点呢？那我们来请苏显同学来分享。
苏贤同学，はい。还好，分享这一句。Bina kutuki minukai sutu rumi as， 你每天几点回家呢？西瓦古杜基阿米努盖嘎古杜鲁米阿米阿，我每天9点回家。好，每天9点回家，9点就是西瓦古杜基米努盖嘎古杜鲁米阿米阿。好，谢谢苏贤同学分享这一句。苏贤同学说他每天9点，9点就是西瓦古杜基9点。好，谢谢阿赖。那我们还有最晚的吗？那有9点半，对不对？9点半怎么说呢？西瓦伊拉古班九，西瓦伊拉古班九就是9点半哦。同学有没有那么晚回家呢？我们再练习一下哦。好，3点回家怎么说？3点就是读录，3点读录古读记是3点。如果是3点半呢，就是读录伊拉古班九3点半。如果是4点半呢，是8伊拉古班九。如果是再来练习5点半，5伊拉古班九就是5点半。6点半，6伊拉古班九，6点半。好，继续练习7点半。7伊拉古班九，7点半。好，继续8点半，我们来练习法路伊拉古班九，就是8点半。那我们再练习9点半，西瓦伊拉古班九就是9点半。那如果同学很晚回家呢，就10点半也可以哦。我们来练习10点就是我的伊拉古班九。好，那我们就练习到10点钟。好，10点钟就是我的伊拉古班九10点半。10点钟怎么说呢？我的古读记阿米努盖。10点钟回家。我10点钟回到家。我的古读记阿米努盖嘎古读鲁米阿米阿，我每天10点钟回家。我每天10点回家。我的古读记阿米努盖嘎古读鲁米阿米阿，好，我每天10点回家。然后这样子，同学都清楚了吗？应该都会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句子教了还蛮多的，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想要再练习的句子呢？老师，你的讲义还有呢？还有吗？不好意思，我以为没有了。好，地点达拉吉瓦古嘎嘎努米苏。好，我们第一句达拉吉瓦古嘎嘎努米苏。达拉吉瓦去哪里？嘎嘎哥哥或姐姐。努米苏你的哥哥去哪里？回答达拉嘎林古古嘎嘎努马古。达拉嘎林古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哥哥去花莲。我的哥哥去花莲。
好，我们再念一次哦。问句：达拉朱阿古嘎嘎努米苏，你的哥哥去哪里？好，回答：达拉嘎林古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哥哥去花莲。好，不好意思哦，刚刚没有看到这一句。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哥哥去哪里呢？有可能是去台东、不送，或者去台北、台北，对不对？好，台北这么多的好玩的地方，那我们请同学来回答这一句。好，淑珍同学，可以跟我们一起练习这一句吗？好，达拉朱阿古主啊，达拉桃园姑嘎嘎努马姑，老师，我可以直接讲桃园吗？可以啊，可以直接讲。可以哈。好，达拉桃园姑嘎嘎努马姑，我的姐姐去桃园。好，直好，接阿赖请谢。好，好嘞，谢谢淑珍同学。那我们可以去桃园直接念哦。台北有台北，好，我们台东不送。那花莲呢是嘎林布。那么还有其他的地方吗？那我们再请。谢谢我。好，达拉达高古嘎嘎努马古。你的中文可以念吗？我的哥哥去高雄。好，达高高雄。你们是讲达吗？达高达高务是高雄。好，谢谢秋美分享这个高雄叫达高务。啊，地方语言不同，我们是说海岸的是说达高。那还有其他的语言吗？好，那个秋美分享是高雄达高来了。我的哥哥去高雄来了。达高务古嘎嘎努马古。好，谢谢秋美同学。好，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达嘎务哦。那我有没有念错呢？秋美同学没有达高这样子。达对高对，分享阿赖。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好，阿力同学，可以分享你的。达拉朱阿古嘎嘎努马古，达拉希黑古嘎嘎努马古。他的中文是。我哥哥去山洞。达拉希黑是山洞是吗？对，希黑，我哥哥去山洞。达拉希黑古嘎嘎努马古。好，去山洞，好，有可能就是去玩，对不对？躲起来。好，谢谢阿力同学分享这个 sihif。好，达拉 sihif 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哥哥去山洞，可能是去拿东西，可能是去玩，对不对？就会去隐秘的地方躲起来。那还有没有同学要分享呢？好，我们再找同学分享哦。我们请嘎造同学来分享这一句。好，嘎造同学，我们来练习这一句哦。达拉朱啊古嘎嘎努米苏，达拉朱啊古嘎嘎努米苏。达拉嘎嘎早晚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姐姐去长滨。好，我的姐姐去长滨，达拉嘎嘎早晚。好，嘎嘎早晚就是长滨。好，谢谢嘎造同学分享这一句。达拉嘎嘎早晚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姐姐去长滨。好，谢谢阿赖。好，我们再请同学再分享哦。还有很多的地方
都可以说哦。好，高雄、台北、花莲、台东，还有部落都可以说哦。好，那我们请苏璇同学来分享你的部落、你的故乡。好，爱好苏璇。爱好。好，我们来分享这一句。达拉祖啊古嘎嘎努米苏，达拉祖啊古嘎嘎努米苏。达拉鲁多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哥哥去山上。好，达拉鲁多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哥哥去山上。好，达拉鲁多就是去山上哦，去山上，有可能是打猎，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去砍木材、采藤心。好，真的哥哥很棒哦，去山上。好，我的哥哥去山上，达拉鲁多古嘎嘎努马古。好，谢谢苏显的分享。好，去山上就是达拉鲁多。还有什么地方呢？好，我们再想一想哦。好，有可能是去爬山。好，有没有人喜欢爬山呢？好，有没有人喜欢什么活动很特别的？有的人会，哥哥姐姐喜欢运动的啊，就会去爬山，对不对？也会去游泳，也可以说一个活动。达拉里亚，对，就是去海边。达拉里亚。好，还有什么可以分享呢？老师，我可以去国外吗？可以啊，国外。达拉西布达古，可以吗？的梦想。好，那我们就是达拉里崩。好，我要去日本。好，可以哦。是哥哥要去日本，对不对？可能是达拉里崩古嘎嘎努马古。好，哥哥姐姐去日本也可以哦。我们可以讲美国啊。好，想去美国吗？或者日本呢？或者还有什么地方呢？达拉加拿大古嘎嘎努马古，我姐姐去各个国家。哦，各个国家叫加拿大。好，对，我们有学到了一句哦，各个国家叫加拿大，加拿大。好，我也是第一次听过哦，加拿大就是各个国家，很棒。谢谢阿力同学分享加拿大。各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想去。哇，这个阿力同学好厉害哦。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分享什么地方呢？好，很多国家，对不对？好，有一个同学分享了很厉害的哦，是各个国家都可以去的地方的句子。好，都想去，对不对？每一个都想去。加拿大，好，各个国家，还有没有想去哪一个国家呢？外岛，有没有人会讲外岛？我想去绿岛。达拉里岛嘎古。福都斯。阿夫都斯。阿夫都斯。同学有学到了吗？绿岛叫福都斯，福都斯就是绿岛哦。如果你想要去兰屿啊绿岛近一点的地方，好，就是我们就可以计划。老师，我问一下，山拿赛是哪里啊？山拿赛。山拿赛是绿岛，然后福都是兰屿。哦，那个山拿赛是绿岛，福都是兰屿。对，刚刚讲错了。小白老师可以写吗？绿岛还没写，我懒惰。不是，我不会写兰屿，兰屿怎么写？山拿赛我会。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绿岛跟兰屿哦。好，兰屿叫福都斯。
啊，带拉福多斯，嘎古带拉福多斯，好，福多斯是兰屿哦。啊，绿岛是萨那塞，萨那塞。好，同学有学到了吗？好，好，福多斯是兰屿。哦，太好了，阿丽分享的绿岛兰屿。萨那塞阿丽，绿岛我这样拼对吗？福顿。塞绿岛。老师，福都怎么很像那个？对啊，好像怪怪的呢。对啊，凯明，你写对了，福杜，L 是那个，哦，L 是对，哦，那我懂了。所以我们凯明发的很标准啊，福杜，对啊，不是福杜，福顿一 L 个是就是 L，另一个是外一个的。T，没错啊，没错，对对 OK，对。啊，我们就学到好多单词哦。好，谢谢阿丽克。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了。啊，同学今天都